Armstrong 大炮，金城年的大炮号做 Armstrong 大炮，是英国 Armstrong 公司生产的。一门炮18吨重，弹药是精装色的，伊会当拍去到12公里远的所在。迄个时阵，甲5门大炮买入来，差不多开10万两银。迄当时炮台有1500个兵仔，其中炮兵有272个，其他的是洋枪部队甲一般的勤务人员。自本有5门大门炮甲8门小门炮。大炮是安伫4个角堡甲外海迄面的墙围顶面，主要的引弹是对着为海面内角堡捅出去，会当拍较远的。洋枪部队就安排伫落尾的所在，专门对抗外来的人。日军新炮台内底 Armstrong 大炮，捌伫侵华战争的时，甲法国舰队拍互走。法国舰队无法度。买手换去拍家人。老英国抗日战争的时，日本军队具体要为现此时新北市盐寮甲台南市安平这两个所在上陆，毋过去到安平，互日军新炮台甲因拍互走。后来日本军队征兵过来拍的时，就走闪去较北边的布袋港，甲较南边的枋寮上陆，让过台南。通证明日军新炮台确实为伊的路用，嘛通知影 Armstrong 大炮的威力。这5门大门炮甲8门小门炮，伫日本甲罗西亚战争的时，日本人因为资源欠缺，甲炮差不多拢摕去卖啊，实在真拍算。现此时，咱有看到的3门大门炮甲6门小门炮，敢若1门小门炮是真的。1975年，台南市政府庆祝炮台起造100档，迄当嘛是观光年，才仿制其他的炮。炮真的假的其实真好判断，真的头前有箱仔，通上要拍的位置，嘛有火药孔。过来，真的炮做的时阵是行定型的，假的是2件斗做伙的。真的炮管内底有来回引线，大家会使斟酌去看这线。伊是弯弯翘翘、光粒仔形的，安尼炮子弹出去会当转色，通拍较远、较准，威力嘛较加强。咱来看大炮下底做，真清楚看会到有2撮弯翘的线，花工石做的，是按铁轨道的所在。大炮足重，干那人的力量要甲转色改变方向真困难，所以甲大炮安伫铁轨道顶头。花工石顶面有真侪孔，这搭尾的所在是钩仔顶，固定轨道用的。这2撮弯翘的线，头前迄条较短，后壁这条较长，安尼通知影大炮是甲后壁线振动来转色，改变方向，炮喙嘛较袂互看到。日军新炮台洋枪部队是咧密藤枪，甲美国买的。当时这款长枪威力是真大。炮台是法国人设计的，清国兵用英国大炮，美国长枪嘛是一款4国联军。